Hello，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哋好感謝神，俾我哋有生命氣息，能夠自由嘅嚟到佢自己嘅施恩寶座面前，嚟到敬拜佢。代表教會係好歡迎一啲新嚟嘅朋友。咁特別咧知道咧Spencer 咧佢有幾位嘅朋友咧嚟咗喺我哋嘅當中，包括咧有 Anna 同埋阿 Ray。請問喺邊啊 ？Anna 同 Ray 係歡迎你，歡迎你。咁仲有咧就係 Vincent 同埋 Connie， 係都喺嗰度。係啊，好歡迎你哋，好歡迎你哋。咁咧就無論你係第一次嚟，或者咧都嚟咗恩泉一段時間，鼓勵大家善用教會唔同嘅電子平台，多認識教會，投入喺教會嘅生活，關心教會嘅事，為神國嘅事嚟到去守望祈禱。以下咧有幾項嘅家事報告分享，請大家特別嘅留意嘅。今個星期手機程式裏邊咧有蔣生嘅應心小品摩西生平出埃及的勝利，亦都咧有江牧師嘅牧者心聲，請大家咧嚟到去細閱。另外咧，教會喺手機程式裏邊咧，為大家新增咗2個嘅默想同埋心靈操練嘅資源。咁唔知大家咧有冇留意到，同埋咧識唔識得用？一個咧係默想以弗所書嘅頌禱心曲，另一個咧係默想詩篇嘅歸心靜禱。咁請大家咧係多啲嘅嚟到善用。咁當你咧係點擊我試下咧攞隻 mouse 過嚟點擊你要嘅嗰個嘅資源嘅時候，你就會入到去嗰個嘅版面啦。當然呢個係電腦版，但係你手機版應該都係一樣嘅，有個簡介，你就會見到嗰個嘅即係資源咧喺呢度。咁你只需要咧掂一掂佢咧，咁呢個係第一日。咁然後咧，你想唔係喎？我今日已經去到第3日啦喎，你就 hit 呢個掣。咁咧，你就去到第3日嘅靈修啦。咁但係咧，當然啦，你話哇呢個好麻煩喎，我去到150幾日咪有排先至掃到過去咁樣。咁咧，Helen 師母咧就幫我哋預備咗一條嘅連結，你只需要咧撳一撳呢條連結。咁咧，你就會去咗咧嗰個 YouTube 嘅嗰個嘅播放清單嗰度，你就話我咧今日咧去到第153天咁你就落去啦，揾到我睇唔到老花，我當呢日係啦，你就 click 入去，你就可以即係用到你當日想睇嘅嗰個嘅屬靈資源啦。咁希望呢個示範咧能夠幫助到大家。好啦，咁除咗有呢個之外啦。咁提一提咧，我哋有2方面嘅短宣嘅活動，一個咧就係本地嘅宣教小城宣教，由上個月底開始咧就已經喺每個月最後嗰星期3咧係出緊隊㗎啦。咁咧盼望透過持續探訪呢啲唔同嘅福音對象咧，去建立嗰個嘅友誼啦，分享主愛。咁咧就歡迎弟兄姊妹咧嚟到去即係參與嘅。咁詳情咧，歡迎向 Kathy 姊妹咧嚟到去查詢。咁由 SEN 主辦嘅哥倫比亞麥德林市嘅短宣咧，喺今年嘅12月4號到14號咧，就將會出發㗎啦。咁咧就探訪當地嘅華僑啦，聯繫當地嘅信徒啦，嚟到同一啲有需嘅對象咧嚟到分享福音。咁經費咧，每位咧係大概需要2500蚊，咁包括咗咧係機票啦、住宿啦、交通啦同埋飲食方面嘅。有個截止報名日期嘅，點解咁早就要同大家報告咧？因為7月12號咧就截止㗎啦。咁詳情咧同樣都係請大家向 Kathy 姊妹咧嚟到去查詢嘅。好啦，為咗配合咧更多嘅新朋友啦，能夠咧佢哋嘅時間可以出席到咧，原定喺今日崇拜完咗之後嘅迎新午餐咧，我哋咧係將會另擇日期舉行嘅，請大家特別嘅留意。
咁咧嚟到6/4啦嚇，好快。咁咧嚟緊呢個星期四嘅晚上咧，有我哋呢一個月嘅為主贏得下一代嘅網上祈禱會啊。咁請每一位關心下一代嘅弟兄姊妹、家長預留時間出席參加。咁咧就喺6月14啊，咁咧就下晝2點鐘有我哋教會嘅第二季會友大會。咁咧就我哋會實體舉行，亦都會網上咧係直播。咁亦都請大家係預留時間，一齊同心嘅嚟到去關心神家嘅事。講到6月14咧，其實嗰日咧係我哋教會19週年嘅堂慶聯合崇拜。咁崇拜咧就會喺嗰個主日嘅早上11點半喺呢個禮堂舉行。咁咧請有小朋友嘅家長特別留意啦，就帶你嘅小朋友係踏4之前咧，就先喺大堂嗰度簽到，咁然後咧一齊咧喺呢度嚟到參加我哋嘅敬拜。咁咧喺講道之前咧，兒童導師咧就會帶你嘅小朋友上去222室嚟到參加兒童嘅聚會。咁咧就唔知道你交咗相未啦？咁如果你有相嘅咧，請你咧係上載俾教會，因為咧我哋近年嘅人數增加咗啦，加埋咧我哋教會嗰個嘅 data bank 咧，你之前嘅嗰幅靚相咧已經 outdate 咗啦，好多年前啦。咁想大家咧都去將你嘅個人嘅照片、家人嘅照片咧嚟到去update 俾教會。咁咧就，但係如果你話我冇喎咁樣，咁你就可以咧利用嗰個教會俾大家嘅 Google Form 啦，嚟到去揀一個適合你嘅時段。咁咧喺6月咧，我哋有4個主日啊。咁咧你揀咗個時段咧，到時有專人咧為大家拍攝，咁咧嚟到去以至到咧你可以咧將你個相片咧係 update 喺教會嗰個嘅 data bank 嘅裏邊。好啦，好快咧就暑假咧殺到埋身啦。咁咧我哋今年咧就攞唔到嗰個嘅Strawberry Festival 嘅嗰啲嘅攤位啊，因為遲咗即係申請。咁所以咧我哋喺建堂正式搬入去新堂之前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社區嘅一個嘅活動咧，就係今年嘅夏日恩泉嘉年華。嗱，日期咧係8月29號嘅早上11點鐘至到下晝3點鐘。嗱，到時咧將會有戶外嘅攤位遊戲啦、跳蚤市場啦、音樂表演啦、免費小食啦等等，歡迎咧各年齡層嘅家庭咧嚟到參加嘅。咁請大家咧喺社區裏邊咧大力嘅嚟到去幫手宣傳同埋推廣呢一次嘅即係嘉年華會。並且咧，希望大家咧都預留時間咧參與服侍。好，我哋咧繼續咧用心靈誠實嚟到咧藉住聖靈真理嚟到敬拜。請敬拜隊帶領我哋。